點解唔同教會對聖靈嘅體驗可以差咁遠？到底聖靈嘅位格同能力，點解會令教會產生咁大嘅分歧？呢個問題牽涉好廣。其實喺一開始，響創世記，聖經作者就嘗試用有限嘅語言去形容嗰位超越理解嘅上帝。每當上帝一開口，就係將秩序帶入混亂，有計劃咁引領住歷史嘅方向。呢個時候，聖經就會用神嘅話呢個字眼。而每當上帝親自臨在，進入受造世界嘅狀態，聖經就會用到神嘅靈呢個講法。上帝係透過話語同靈去創造。神嘅靈，即係聖靈，雖然摸唔到，但佢比任何嘢都更真實。佢響有呢個世界之前就已經存在，因為上帝係親自臨到每一個獨特嘅受造物入面，所以每個人體驗上帝嘅方式都唔同。呢種多樣性唔係漏洞，而係上帝嘅特性。聽你咁講，正因為聖靈嘅真實係好強大，每個人對佢嘅感受都會非常激烈，所以存在唔同意見，其實係必然嘅事。我好中意你對聖靈嘅定義，最真實，但五官感知唔到，就好似愛咁樣，愛比任何嘢都真實。我好肯定佢存在，響我同我老婆仔女當中一定存在，但我好難向你解釋我點樣知道佢響度。講得好啱。愛同美善先係人類最真實嘅嘢。喺聖經入面，上帝嘅靈唔係抽象嘅。當你對仔女有無私嘅愛嗰陣，其實你感受緊嘅就係上帝。而耶穌嘅故事統一咗呢個概念，聖靈創造咗上帝嘅兒子。喺新約，聖靈唔再只係模糊嘅感覺，而係透過耶穌變得可以觸摸、可以認識。就算係最親近耶穌嘅使徒，對聖靈嘅體驗都好唔同。約翰福音耶穌嘅教導強調真理同愛，但又冇提及趕鬼；而使徒行傳就強調能力同聖靈嘅帶領。呢啲多樣性全部都係圍繞住耶穌呢個重心。既然咁唔同，我哋點知係經歷緊聖靈，而唔係自己嘅諗法？我會用指南針做比喻，指針永遠指向北方。如果一個經歷引導我走向耶穌，效法耶穌，我就知道係出於聖靈。我腦入面浮現出一個畫面，就好似攀岩咁。耶穌就係嗰條安全繩，扣好咗呢條繩，我哋就可以放膽喺屬靈冒險入面行得更遠，爬得更高。保羅講過，恩賜有好多種，但聖靈只有一位，冇人可以一個人攞晒所有恩賜。所以走出個人局限，加入教會群體，我哋每個人經歷神嘅方式，其實係豐富緊彼此嘅生命。聖靈嘅經驗對我嚟講，就好似生命中嘅魚子醬咁精緻。我發現同太太嘅婚姻、養育仔女呢啲人際關係，都係學習遇見聖靈嘅空間。冇錯，心同腦係相通嘅。上帝唔單止喺經文入面，佢更加係透過人際關係顯現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屬靈旅程，上帝嘅恩典永遠總會有更多。補充資料：神的話 The Word 響聖經中不單止指文字、話語、事情、道理，更指向生命同神自身嘅屬性。聖經用嚟形容神嘅話有以下講法：神的道，馬太福音22章16節同馬可福音7章13節；道，約翰福音1章1節；律例、典章、律法，詩篇119章；聖靈寶劍，以弗所書6章17節；先知的話，神的口氣，詩篇33章6節；神的靈 Ruach 響聖經中可以解做靈、風同氣息，常用嚟描述神去到世界同信徒心中嘅行動力，與信徒一齊。聖經用嚟形容神嘅靈有以下講法：聖靈，民數記27章18節，以賽亞書63章10節，馬太福音3章11節；耶和華的靈，以賽亞書11章2節，那靈，約伯記4章16節，哥林多後書3章17節，保惠師，約翰福音14章16節，真理的靈，約翰一書4章6節，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，以弗所書1章17節，耶穌基督的靈，羅馬書8章9節，彼得前書11章。